湾对这个政府人神共愤、天地不容的政府，到医院去了，请他们叫救护车啊！你还撑到真的命送掉吗？值得吗？对这个政府，是不是？自己身体要紧啊！我不想看你这个样子。请医生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这样子，你看人家心疼哎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哦，等下医生来看，我上医院去了。哦，知道吗？你摇头摇什么头啊你？略跟总统报告一下，因为蔡总统他已经答应美国，如果国会反对的话，他是不是就有台阶下？所以我们12月24号，如果立法院表决不通过莱猪进口，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个方法，所以希望民进党能够直球对决，就是记名表决，希望这样。好，谢谢陈委员，陈委员，两位陈委员，现场各位好朋友，还有我们台北市的王前议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来这里给我们申委员加油打气啊，最主要的也是一方面希望他保重身体，能够完成他的心愿；另外一方面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了解，我们并不反对美猪，而是反对莱猪，这点非常重要啊，因为我们是 WTO 的成员国，所以对于自由贸易我们都知道，但是问题就是猪肉呢跟牛肉完全不一样。台湾人吃猪肉是吃牛肉的7倍，台湾人吃的猪的内脏是牛内脏的237倍。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涉及到猪肉的就要特别注意。那么我们感到很遗憾的，蔡总统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8月28号就自己这样做决定了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？各位想想看，他这个决定做了之后，教育部马上出来说，中小学营养午餐不会用美猪。紧接着，国军说出来说，国军的膳食不会用美猪。然后呢，退辅会也出来说，我们荣民机构的膳食也不会用美猪。教育部也强调，左训中心的国家级选手也不会吃美猪。各位想想，如果美猪像蔡总统说的这么安全、这么美好，为什么这些重要的人都不吃呢？显然他是有一些健康安全上的顾虑，不能够完全消除。这一点呢，大家也不要否认。好，现在蔡总统说了，那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希望我们的民众能够多一种选择。你既然要他有选择的机会，至少要他知道在采购猪肉的时候，知道哪一个是莱猪，哪一个不是莱猪。